在国际社会强烈抨击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建立再教营，关押高达1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洗脑之际，中国官员星期二为当局的行为辩护。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谢克莱提扎克尔星期二表示，国际上有人称东突厥斯坦有集中营或再教营，这些都是捏造的谎言。这些职业培训设施跟寄宿学校一样。据缅甸媒体报道，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正在缅甸建设一座新城市。这座城市将建在博古河对岸，毗邻该国最大的城市仰光，面积为80平方公里。该计划的第一阶段主要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将耗资15亿美元。然而，缅甸媒体指出，已与仰光当地政府达成协议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此前被指控菲律宾、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项目不合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代表团和东突厥斯坦哈萨克族活动家奥米尔贝克利访问德国外交部，讨论东突厥斯坦问题。代表团与德国政府人权官员巴博博士会面，就东突厥斯坦的情况交换了意见。另一方面，加拿大籍维吾尔活动家入克耶姆托尔迪舍出席一场会议，回答了有关东突厥斯坦的问题，并提供了有关集中营的信息。中国正试图将 JF-17战斗机的 Block 3L 版本与最新版本的美国 F-16V 战机相媲比。该飞机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销售成功。中国成都飞机有限公司 JF-17的 Block 3L 版本在巴基斯坦生产，采用该公司提供的技术，计划于2019年年底开始量产，并最迟于2021年投入使用。由于与巴勒斯坦穆斯林的持续对抗，以色列部队关闭了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闪点阿克萨清真寺的所有入口。耶路撒冷宗教捐赠局发言人费拉斯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数十名以色列士兵袭击了阿克萨大院，并袭击了几名宗教人士。